OK，所以呢，好，大家好，我是唐璇。然后呢，就像刚刚有提到嘛，我一路都是念美术班。然后我今天的讲题它叫艺术串门子，就是为什么叫串门子呢？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如果有旅行团出去，我一定会脱队那个。我觉得很好奇，那其他地方其他人在干嘛？我没办法好好的待在一个团体里面。那也因此，我虽然一路是美术系，然后我后来进剧团。就是毕业以后进剧团当行销宣传，那这个等一下会细讲，其实就是当小编，然后整个宣传工作。然后结束以后呢，是进到一个艺术基金会，它是数位艺术基金会，所以是做一些 VR 的展演的东西。然后现在呢，我主要是在一个实验教育机构当美术跟设计的兼任老师，这样。那呢，在这之前，我回想一下我高中的时候，我一直很关心的就是这个题目，就是艺术是什么？大家现场对这个有什么想法？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现在会想这件事吗？通常这个问题一出来，大家先是空白，想说这个跟我问说那个人生意义是什么一样，这根本就是个大哉问。但是我其实一直都很好奇说。艺术好像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诠释或想法，所以对我来说，它好像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但我在求学阶段，好像又有不停很多人一直告诉我它是什么，所以我这个过程就很困惑，好像它一直不是一个能够被我掌握住的东西。但是呢，我后来慢慢觉得啊，其实这个问题，你只要多加一个字，它的整个感觉就会变得不一样，叫做。你可以去想的是，做艺术是什么？大家觉得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加了一个做，笔画变多了。就是呢，做艺术是什么？比较是，如果刚刚上一句话，艺术是什么？是个等式，它现在就变得比较像是一个进行式，就很像是呢，骑脚踏车，大家都会骑脚踏车吧？骑脚踏车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直左右踩。你在骑的时候，你不会想说，哦，我要先出右脚再出左脚。它其实整个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所以你其实要边做边想，然后慢慢的这个答案会在你的心里面成型。你会慢慢知道说，哦，我知道我怎样踩比较快，我怎样比较不会累。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如果我回到我高中时期，我希望有人可以跟我讲，就是在这么多人告诉我。很多答案的时候，重点其实根本不是找到这个答案是什么，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想怎么做，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的你在做的过程中去学到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其实核心的问题是说你的动力源是什么。我不知道，其实在这个阶段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其实就每天上课啊，我的时间都被安排好了，我好像没有太多。可以去想说我想干嘛的时间，所以往往会说，那当被问到说你想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会变得很模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你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你可以去问说是什么让你想要继续做下去，这个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我这里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大家知道 IU 吧？知道吧？大家有人有去听他演唱会吗？或者有人有去抢他票？知道 IU 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吗？我看一下我同温层。哦，好 ，OK， 很好。就是呢，大家知道他最近发新专辑，然后他今年30岁嘛。那这个访谈，我觉得他其实非常有启发我今天就很想分享给大家看。他其实这个是一个来访谈，他说他这次专辑创作的心路历程是什么？那我就直接给大家看一下。OK， 我看完以后，我最记得的是这句话，他说：“请堂堂正正追求你的欲望。”就是我觉得过程中，可能你想做的事情，并不在现在这个学校所教的类型里面，它可能不一定是绘画，它可能不一定是雕塑，但是你有一件你很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创作最根本的动力。所以，当你觉得你想做的事情现在还找不到一个好像可以展示它的方法的时候，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这不是最大的问题。然后最珍贵的反而是说，哦，你想要做什么，你的欲望是什么。所以其实今天来跟大家讲这个讲座，也是在分享我的欲望。我的欲望其实就是到处串门子。我好奇说，不同的领域的人是怎么想，我怎么好好的跟不同领域的人沟通，跟认识他们。所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创作。这个是我大学时期的作品，然后那时候是大一还大二啦，然后这是北医大，我们有一个穿堂，有一个走廊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很关心的就是艺术创作怎么找到共感，共感就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写了一个很那个诗情画意的文案，就写说哦，我觉得的甜跟你觉得的甜一样吗？我喜欢的下雨天和你喜欢的下雨天是同一件事吗？我喜欢你和你喜欢我是一样的吗？这是我那时候很困惑的，就是艺术作品呢，它到底我怎么能够确定我的感觉和你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这算是我那时候大学的第一次个展做的作品，然后那个个展叫做思，自私的私，然后日文里面我也叫做思，然后英文叫做 self， 但其实英文有两个单词，一个叫做 selfness， 一个叫 selfless， 一个是自私，一个是无私。然后我就想说，他们有一样的字根，但是为什么后来的意思差那么多？因此呢，我那时候使用的方式其实主要做了4组作品啊。大家的左上角那一件，那个箱子里面它是用布包起来的，里面是放了我从小到大人家写给我的信。那这是这个作品这个展览的开场，就是不认识的我的人，或者是不认识写信的那个人，我很好奇说他们读到那封信的时候，这封信对他们有意义吗？他们接收到的是什么东西？那接下来中间下面2张其实是因为它是一个走廊嘛，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楼梯，然后我上面是用我的脚翻磨成一块冰，所以这是我的脚，然后它会随着时间慢慢融化，然后那个水会沿着中间是一个石膏的通道一直流下去流下去，最后最底部有一个那个蜡烛，那水就会慢慢累积，理想上啊最后没有成功，但发现它累积，然后把那个蜡烛熄灭，所以那右上角那一件是这个个展最后一件，里面是我选的，因为我很喜欢听歌，所以我选了很多我喜欢的歌，截取里面的40秒。那观众可以任选上面的一张专辑带走，然后上面有编号，所以结束以后我就会寄属于那首歌的回忆的信给那个观众。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很有趣的是，在做的时候啊，你不可能想得很清楚的，你不可能很清楚说，我觉得我要做的就是希望找到共感，你其实根本不知道你要讲这件事。但是你会有一个欲望说，我希望把 A 加 B， 然后看看能不能变成 Z 之类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很关心我怎么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观众这件事。因此呢，我在大3的时候开始，刚刚有说嘛，我虽然是美术系的，那北医大是综合对不对？艺术大学，它是艺术大学，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一直到外系旁听，有戏剧系啊、新美啊，然后很多系，我几乎每个系都听过了。那时候开始很大量的看戏剧就表演，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那时候的笔记，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三个区块嘛，最左边是展览现场，中间是演出现场，右边是排练现场。然后那时候的感觉就会是，我总觉得我从小很习惯的进到美术馆看展的那个状态，和我看表演好像不是同一回事。我碰到的观众不一样，我面对作品怎么看它的方式不一样。那个演出的话，他们还有一个是他们一定要排练，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说，那这样不同的平台或者是不同的场域跟不同的人，他要怎么同时的可以出现在同一件作品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在大学毕业制作的时候做了一件作品，它叫做 RE， 就是 repeat 的那个 re。然后这一件作品呢，它是一个15分钟的演出，是我跟一个舞蹈系的朋友一起做的。那时候
我的做法是，我找了一台录音机，然后我事先有录一些台词在里面。那舞者在表演的时候，他就要把那个录音机打开，然后也同时录他的声音进去。然后后来会有一些动作的表演，上面大家看到那个后面其实一个一个床垫，然后那个空间超爆小的，那个空间应该只有这间房间的1/6。然后我们会有10个观众，所以大家就像被塞在一个超级的空间里面，很近的一个演出。然后等于它有点像是一个做梦的过程，然后换到下一个梦，床垫就会搬到下一个床垫，是这样的结构去处理。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白白的东西，那就是面粉。那最后我会把这些面粉收集起来，做成一个很像面膜的东西，放回那个舞者的脸上。所以这个就很像是我在处理说，我怎么让过程可以被观众给看到，我怎么把时间的变化这件事情让观众可以体验到。所以那时候做的作品是这样。可是呢，这样讲起来很浪漫，我就是在讲一些创作理念啊，干嘛。但其实我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制作。这整个演出之后，这整个作品只有2个人。我们最后是在演出当天大吵架，差点直接就说不剪了，就是直接放养所有观众这种程度。因为其实这个过程中只有2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演出。我们会有很多要考虑的事情，会有冲突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发现呢，最重要的不是创作面的问题，而是我要知道剧场的人在干嘛，他们是怎么做出一个表演的。那这些训练其实，在美术系里面是没有的，因为美术系像大家很习惯，其实作品就是你就自己画，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讨论，但其实终究你是一个就自己独立作业的状态。可是表演艺术不是这样，它是一群人，你们要一起做一件事情。所以我我毕制结束以后，我心中就只有一个欲望，就是我不管怎样，我要进到剧场工作。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投了非常多的表演团体。最后是进到一个剧团，然后当行销宣传。那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当小编，然后跟我们每一个演出会有那个主视觉嘛，海报啊那些图文的制作，怎么跟设计沟通，然后过程中会有要安排学校的宣传啊、通告啊等等。最后也有做一些会员活动之类的工作。那这是那时候做的几档演出，所以我在剧团待了2年，做了5个制作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开始想，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读美术班嘛，那包括到了大学读美术系，其实我需要关心的事情只有说我要做什么创作。但是开始工作以后，你会发现，其实除了艺术家，离开艺术家本位的意思就是你不再是艺术家以后，那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在艺术里面你还可以做什么？如果不只是做创作，我可以干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我接触到的，除了艺术家，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角色。当然，可能现在离大家会有那么一点点远，但是呢，离开艺术家本位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如果艺术圈是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里面。从中间可能是艺术家，以及包括现在有人是团体嘛，然后会有写艺评的人，评论你作品的人。那左边比较是视觉艺术类、美术类的，会有策展人、1档展览后策展人、策展团队，现场会有人要帮你布展、架灯、拉线，叭叭叭。然后呢，右边是表演团体，会有制作人，那会有制作团队，制作团队就会有灯光啊、音响啊。可能一个编制上至少一个演出，我们平均一个演出可能都有20个人，对。然后以及宣传团队，你要怎么宣传你的作品，让大家来买票？那下面比较深的颜色是可能你的作品会展出的地方，或者是哪些单位会找你去做作品，会有一些替代空间，或者是馆方就是公部门，可能美术馆啊、表演厅啊、艺廊，然后学校和基金会等等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的感觉是，我很像终于真正的进入到一个名为艺术的国度或生态系。每个
团体每个地方有他自己的风土民情，他的习惯，他适合住在怎样的温度，他适合过怎样的生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多元而复杂的世界。那呢，当现在艺术它变成一个职业，如果未来你们希望继续走这一条路的话，那你就会需要找资源嘛，你需要有人可以给你钱，让你做你想做的作品，你要找到有人给你空间。所以像台湾的话，现在主要是有一个单位叫做国艺会，国家艺术基金会。基本上，台湾的补助都是国艺会支持。然后不同的场馆呢，会有一些征件，还有竞赛以及驻村。驻村的话，就比较像是说，那个空间你可能可以去那里待个3个月到半年。你就待在那个地方，然后做跟那个地方相关的作品，然后最后有一个展陈这样，或者是现在有一些私人赞助，所以当艺术作为一种职业的时候，它其实会变得很像是，它其实就是一种工作，但是区别是你做的是你的创作，然后你要找到懂你创作的人或想让你创作的人这样。那这本书就是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对于怎么当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想要以艺术为业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它很具体的告诉大家说，你们会碰到怎样的问题，然后可以有怎样的心态等等。然后艺术家的正直。但是呢，这里打了个问号，就是我刚刚讲的这样一系列很合理嘛，好像是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好像反正我就找好说，那我以后要当艺术家，我要当策展人，然后就有一个很标准的角色让你做。但其实你需要打一个问号，就是其实更多的是有没有可能有些角色根本还没有出现，或者是在这样的分类底下，未必这些分类角色适合你啊。可能你想要做的那个角色根本不在这个 PPT 上面。那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讲说。比较是讲到我在北艺的一个训练，北艺的训练是大家很习惯用媒材分类嘛，就是你们现在有哪些课？你们现在有在上哪些课？素描、水彩、水墨、书法，还有吗？创描现在跟创描现在 OK。那我必须分享，那时候呢，我一路也是美术班，然后念，进北艺最大的冲击就是好像我的这个分类体系完全不管用。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其实是把艺术作为一种方法。什么叫艺术作为一种方法呢？我举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给你们，这样比较好理解。这是一个艺术家，他叫做徐冰，有人听过他吗？有，我看到有人点头了。那这样大家应该知道，大家觉得这看起来像什么？看起来像，对，这个是英文，但是它乍看有没有很眼熟？它看起来其实就很像是书法，它的形式，它看起来。就像你看它旁边还有盖印，然后还有毛笔写，它的笔法看起来就跟书法一样。那你们有些人已经知道它其实是英文，那有人有办法读出上面那一行吗？有人有办法吗？你看懂中间两个字是什么 ？for the OK， 你为什么看得懂？你在美术馆有看过？对，这个，有人看出来了 ，art for the 什么 people， 对，它上面那一个就叫做 art for the people。然后呢，下面那个字太多就不用看了。但就是很有趣的是如果今天你找一个不认得中文的人来看，好，他会英文的话，是不是他也可以看得懂？那这样其实中文跟英文在这件作品上，它可以沟通。大家觉得为什么？
他用的方法是什么？这就是艺术作为一种方法的意思哦。它其实就是用中文的笔顺，我们习惯读中文笔顺嘛，由左到右，由上到下。所以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字叫做 mountain， 所以它就是从 M， 然后上面 O U T O N。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中文使用者，那我们可能对我们也要会英文，但是呢，这个拼法就跟我们平常看到英文的就是直直的写不一样，它是用一个中文的笔顺的顺序，把英文重新组合成一个很像同时又是中文又是英文的东西。然后右边就是那个艺术家写的一个他的字母表。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你把艺术作为一种方法，你找到的不是美材，你会说它是水墨吗？你会说它是你没办法用现在的分类来讨论这件作品吗？但是他用的其实是一个观念，他是用一个方法去创作，然后把两个看起来非常不相关的东西，把它组合成一个，你没有想过你可以这样看，你没有想过你可以这样想的一件作品。那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所谓我在接触到当代艺术，就是北艺的训练的时候，第一个会让我不适应的地方，因为它不是我原本习惯的认识作品的方式，它好像把事情变得更抽象，或者是更看到它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比如说水彩好了，水彩它其实就是水跟颜色，或者是它其实是水跟一些光源等等。那如果我现在在这间教室，就是直接用那个什么玻璃纸把它拼起来，然后说这是一件水彩作品，这其实也成立。所以这就是说，你开始试着找到那个方法，你创作的方法是什么？你怎么做出来的这件事情，它本身可以变成一种艺术。那其实大家在现在在做一些作品或未来做作品的时候，可以想的方式其实就可以这样操作看看。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刚刚徐斌的案例，大家比较知道说，它还是一件作品嘛，它可以挂在那里，我知道它就是挂在墙上，我知道它就放在那边。但是现在讲的这个创作者，他其实也是北艺的一个学长，他做的作品。那现在有一种类型，大家如果对这种类型有兴趣，可以直接 Google 叫计划型创作。什么叫计划型创作？他的作品叫做断头河计划。然后他本身是苗栗人，然后苗栗那边啊，大家知道以前的历史是原住民会出草的，大家知道出草是什么吗？就是猎头。那他以前在他家整理家里的时候，找到一个族谱，然后发现他的家族曾经有人被猎头，但是没有人提过这件事，好像这个人就变成一个不能说的秘密，隐藏在他的家族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欲望，他想要知道说为什么不能说。那我就是要去看那是什么，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断头河计划，就是开始做很大量的，他做的创作形式其实就分很多种，从最下面那个叫做实地调查，他就真的走到山里去访问当地的人，或者是一些现在还住在那边的人说，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有没有什么什么？那这就是他实地调查。那他实地调查，他收集到的那些资料，他会把它变成像是影片，然后放在展场，所以他有一部分的内容会变成他的展览制作的内容。但是呢，同时他也在想说，那除此之外，他其实因为他有做很多实地调查嘛，所以他其实某部分也很像历史研究者一样，所以他还有发表研究论文，然后然后到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做分享。那他其实在做的事情，大家可以再回去想一下那个脚踏车，他其实一直是在这几种不同的场所遇到不同的人，带着他知道的事情告诉不同的人。比如说他在学术研讨会，他可能会去一些客家研讨会啊，他们对于你跟我讨论一件作品在学术研讨会，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可是你到美术馆的时候，如果你又就是讨论非常硬的原民研究，那对于习惯去美术馆的人，这也是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他就很像是带着他在各个地方采集到的知识，然后让它出现在原本不该出现的场所，然后告诉大家，他在扰动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
所以这就是他的创作，所以叫做计划型创作，也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不会停的事情，它只要有继续去填掉，它继续有创作，这个事情会一直被讨论。然后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类型的创作。哦，好，那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些，因为我现在主要是在台中，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台中的展演空间。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因为很多其实也是学长姐毕业以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开了一些空间。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待的基金会，它里面有一个大家搜寻 YouTube 会有一个在地聊计划，里面大概有好几快上百个艺术家的访谈，大家也可以点进去看你喜欢的、你感兴趣的题目或者是艺术家。所以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艺术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填你自己的答案进去，但是你可以做的是，在做艺术，你在想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去想艺术还可以是什么，所以你们就可以发展出新的答案出来，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答案。OK， 好，今天讲的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快，但是剩下的时间，北艺和台艺差在哪？北艺和台艺差在哪？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没有啦，没有啦。我觉得呢，其实那时候我其实也有考北艺，也有考台艺。然后我虽然也只能很笼统的说它是一个校风的差别，但我觉得大家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这两个学校学生的作品，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然后以及你们可以直接去那个学校现场感受一下你们比较喜欢哪个学校的气氛。就是这是两个最直接的方式。然后如果你要直接问我说差在哪的话，我会觉得北艺还是真的比较偏当代观念一点，就是它比较是在看你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想法，人家没有提过的创意这样子。但是台艺它会比较偏，它比较它的实作，它会比较重实作，但北艺重观念，很粗略的区分是这样。但我觉得最直接的方式还是大家就直接去看他们的作品，然后跟实际现场去看，现场去看学校的气氛这样。然后那我的话，我其实就是一个属于直觉型的人，所以我就是去了北艺和台艺以后，我直觉知道我比较喜欢北艺的气氛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选北艺。然后师大和北艺面试的题目有什么差别？这是指师大水墨还是师大西画？但那时候北艺的话呢，北艺我有面试美术系和新美，那这两个系面试的方式就差很多。北艺的话，美术系大家应该比较熟，就是带3件作品去。然后那时候，我去北艺的时候，特别为北艺做新的作品。那这个的前提只是因为我本身的创作就比较不是走传统美材，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哦，我比较喜欢北艺，因为我已经去看过北艺学长姐的展览，所以他们有些作品的形式我喜欢。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以那个方式去做了一些新的作品for我的面试这样。然后新媒的面试的话，它新媒跟美术差别比较是，新媒它就是用很多新的数位美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面试的考试，新媒比较灵活一点，包括那时候是团体面试，但我不知道现在是怎样，那时候是团体面试。然后跟他现场会有一些奇怪的物体在那边，然后会问你说，你觉得这个，如果他的作品你想怎么改？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有一个很像风筝的东西挂在墙角，然后所以他就会说你觉得这个作品在干嘛？如果你要改的话，你会怎么改？然后以及现场他们有播简报，就是播一些艺术家的作品，然后说，你觉得这个艺术家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想要考北艺的话，真的是需要多看现在的作品是什么，
所以我会很推荐，刚刚有说大家可以到 Google 上面查在地聊艺术家，会有比较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你们可以去快速的看一下，然后挑选你们喜欢的。如果老师有问到的话，就可以跟他们讲这样。那北艺跟师大的差别，其实我觉得在面试的时候差别没有太大，因为那时候我是面试水墨组，那时候也是带3件还2件作品去，但那时候师大我也是有重画作品，就我基本上都会重新做新的东西，我去贴近我觉得比较适合那个系的风格，这样。为什么这么多学校会想去北艺？还有创作时觉得自己的想法很简单。我先回答上一题好了。这么多学校会想进去北艺，那时候我的逻辑很单纯，我是台中人嘛，然后我很明显的感觉到很多的展演都在台北，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直接觉得说，那我就是填北部的学校，那北部的学校哪一个上我就去。好像没有什么建设性哈，但还有一点是，高中的时候，北艺它其实有一个叫夏日学校的活动，就是你可以去北艺实际住，然后会有那里的老师带你上课。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那里上课的方式，他的讨论比较开放，他讨论比较开放，然后学校的气氛我也比较喜欢，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想要进北艺，但可以说差别是我其实更想进新美，当时，但我后来是去美术。那我觉得，其实实际上最后会有什么影响，比较是你最后参加的，这样可以这样讲吗？就是美术系有他自己的比赛，新美也有他自己的比赛，其实是不同比赛的风格会决定说人家会觉得你是哪一类人。对，所以我觉得这就回到我前面说，其实有些时候你很难说，我想做的这个创作，它好像不在现在既定的分类里面，这件事情会很容易发生。但那就要回到说，你当然可以把很务实的看成说，没关系，我就是需要有人给我资源，那我就是去投，符合。我的作品如果符合这种风格，我就投这类比赛，你就可以有展演的机会。对，为什么会讲这个？然后呢？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说你自己喜欢怎样的效果，然后去选择你想去哪一间学校。创作时觉得自己想法很肤浅，该怎么办？我觉得自己想法很肤浅，你应该就没有很肤浅，就表示你会担心啊，你不想做的浅的，本身你就会让你的事情变得比较深入嘛，对，所以我觉得，与其说觉得很肤浅，不如说你在创作的时候。这可能是下一个讲座比较会提到的啦，就是创作方法的部分。就是创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找人家讨论。就你做完以后，你可以把你作品给不同的人看，然后看每个人接收到给你的回馈是什么，然后去修正你原本的创作。就比如说，你举例，你想要表达一个你做噩梦的感觉。那可能很直观，大家会觉得，那我用暗黑色系来画好了。但，如果大家习惯说，那我用暗黑色系来画。如果你现在用一些明黄色，人家可能一时之间不会觉得那是噩梦。那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调整说，好，但如果我就想用明黄色呢，那可能在画面的造型上，你需要用一些会让人觉得比较恐怖的东西，或比较像是负面的东西。来弥补说你原本的颜色其实并没有办法那么直观，人家觉得它是个噩梦。举例，所以我觉得是创作的时候，你如果担心你想得很浅，那你就去多看其他的创作，或者是多问其他人看你的作品的时候，你感受是什么。然后我觉得不用觉得自己的想法很肤浅或很怎样，重点是你怎么做。
像以前的很多创作者，他的初衷也很肤浅，他就是画一个他喜欢的女生，画一个他觉得他想追的人之类的，那这样会很肤浅嘛？但其实最后还是说你花了多大的时间去描绘你的这个最初的感受，这样。好，我们的时间是到3点，那我就快速回答。研究所跟大学有什么差别？如果是创作类型的话，大学比较像是大家很大量的看各个类型，所以它重点是学的广。但研究所是你要学的深，就是你要更确定说，哦，我想要钻研的是这一块，这是比较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广，一个是比较深。北艺真的是艺术创作者的天堂吗？还是光环太大？我觉得以台湾来说，如果你要做当代艺术，因为北艺的老师很多其实本身就是策展人，或者是北艺也有自己的美术馆等等的，所以相对的，如果你是那里的学生，你会比较容易有这些展演的机会。但其实台艺也有，对，所以我觉得他会回到刚刚还记得刚刚有一个像是生态图的地方嘛。就可能北艺是某一种生态，台艺是某一种生态，然后实践是某种生态，每个学校有它自己的生态圈，所以你就要去找到适合你待的生态圈，这样。对。然后在创作时是怎么想到灵感的？这也是一个大家问，就是我觉得可以是你平常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的创作方法比较是属于回顾型的，就过了那一阵子以后，我会去归纳说我那阵子的生活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我想要记录下来的，或者是有哪些记忆是留下来的，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我想要谈的事情。为什么现在艺术这种东西，大家都是学美术的人做的？感觉很多创作根本就不需要具备美术技巧，甚至跟表演艺术更像。我觉得，第一个啊，为什么现在艺术大都是有学美术的人做的？这有点像是，可能，可能因为他是学美术的人，所以觉得他在做创作，懂吗？就是可能你爸妈也在做现代艺术啊，但因为他不是读美术系的，所以你不觉得他做的是艺术 ？OK， 第一题有可能是这样。那感觉很多创作根本就不需要具备美术技巧。我觉得如果是比较走观念，是的。可是你说做观念就不需要技巧吗？没有，做观念它需要的技巧是，你可能要思考的更深，你可能要花更多时间，它比较像哲学，你可能要花更多的力气在动脑，所以，它的技巧可能不是你的实作或手绘，它的技巧是你的思考能力、你的表达能力，它也是一种技巧。有没有读美术系之后后悔的事？目前没有。就是我觉得之前曾经后悔过，就觉得好像学了一些你不知道实际在社会上要怎么应用的事情。但我觉得读美术系它所训练的其实是一种非常你的软实力啦，还有你对于事情的包容度和你视野的开阔度，所以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长期而言对你的人生是有帮助的。好，时间是不是差不多？ OK， 那剩下的如果大家还是有觉得想要问的话，等一下下课可以来找我，谢谢大家。